你好，工行25年全年業績。工行係我長期買入嘅股份，而且年內有增持。中國經濟仍然充滿挑戰，但係內銀嘅業績仍然相對穩定。穩定呢兩個字好重要，亦係近年內銀狂升嘅原因。買入內銀，若果業績穩定，已經係我哋預期嘅上限。我哋寧願喺恐慌、惶恐中嘅穩定，總好過突如其來嘅爆雷。工行每年嘅盈利達到3000億元，同建行屬於同一梯隊。資產負債表仍然喺度擴張，但盈利未能突破，呢個表示賺錢能力下降。工行嘅關鍵數據仍然穩定，包括壞賬損失、派息。感覺到工行仍然有緩衝嘅空間，我仍然建議繼續持有佢。當然，最終希望工行能夠衝上另一個盈利階梯。內銀現階段絕對能夠起到苗嘅作用。